OK， 開始。First one。Next。反彈唔計啊！反彈唔計。補充一點先。明顯咗嘅方向唔計啊！執埋啊！執埋啊！聽咩執啊？聽咩要做啲嘢啊？目前係0人有分嘅。啱啱又入唔到喎，職業病。有啊啦。如果我射中 corner 嗰位點計啊？照計啊，中咗再算啫。得部分。照計啊！要加啱啱好熟啊！哇！啊你咁渣嘅你喎，動作動作。係啊。今日點啊？第一個上。中柱啊！中2碌柱喎！搶曬2套路啦！你都想中2下柱啊？執波？唔得，冇唔得㗎，冇唔得㗎。哇！我覺得 bonus 㗎。bonus？即係可能我隔離睇。你贏咗仲要贏？我唔想呢個遊戲踢到12點啊！我想 pull 一 pull。射波嘅時候。唉，最輸咗。越入係最難。最遲嗰個做封面啦。做封面。最遲做封面好啊！即刻射中。仆街啊！我做封面啦，仆街！即係平時我入波嘅喎，我唔中眉嘅平時踢波。我明顯配晒入波。執嘢啊！哦！邊啊？哦！唔計啊！反彈都冇啊，好似。Shot！掟步啊！請咩嚟啊？做封面啦，做名住啦。你淨係擺成功嗰次，3次。如果失敗晒咧，就擺喺3次失敗。大步咧，喂，點人數啊，主席？我時有手指手指嘅，咁就係一波嘛，嗱咁啊，換一波。Jubilee 嚟㗎，係啊，Jubilee 我哋訓練艱苦，係好辛苦。呢個就係我一個人喺度，你一個人射可以指5日啊，射咁。